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讲到明仔载，就是24节气的寒露。古早人讲白露雨、寒露风，较胜过三界公。另外，有人讲寒露开花无结籽，寒露吐水无结实。这个意思拢是讲，伫咧寒露这段时间，较会靠大风，抑个有天气嘛较无稳定。啊，若有的地头会插诸如欣赏斑甲鹰。老台语讲新闻，咱的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观众朋友应该有感觉到这几天的天气有感觉较凉冷，早暗的时阵就感觉较寒，因为即马咧节气已经来到寒露啊。寒露咧差不多就伫个新历10月初8到初9的时阵来，代表讲咧即马已经到深秋。透落山风，寒露虽然内面有寒这个字，啊，毋过即摆的天气佫无亲像冬天遐尼啊冷。即摆天气的状况呢，会使用一句俗语来形容，就是露水生白，离秋寒。意思就是咧，白露经过啊，即摆的天气咧，气温拢比以前佫较低、佫较凉。口口的露水呢，袂变甲佫较冷、佫较寒，甚至佫会结冰。寒露来的时阵呢，表示咧双十的国庆嘛要到啊。今年双十国庆呢，同款嘛有烟火，而且呢，伫暗时8点，伫嘉义故宫的时阵，就会放今年的国庆的烟火。刷落来咧，寒露这段时间，除了有国庆了后，佫有一个足传统的节日，叫做九九重阳。九九重阳伊的由来自东汉的一个传说。传说东汉有一个人叫做桓景，伊的厝内面有做这，就是有瘟疫。迄时阵咧，9月初9迄一天，桓景就带伊的亲人爬山，爬到悬，要去闪避瘟疫。了后咧，伊嘛成功甲瘟神甲消灭。为迄时阵开始，大家就开始过重阳节。重阳节迄时阵呢，拄啊好嘛是菊花正着时，所以迄时阵大家拢会去欣赏菊花，嘛会啉菊花酒，因为九九甲菊花酒因真相神。古早人嘛认为，伫咧重阳节即天嘛会使插红刺草，因为红刺草古早人认为会使头糖，嘛会使消毒，嘛会使驱邪。过来，伫咧重阳节的即天，嘛有足侪介意欣赏鸟仔的人足期待的，因为这时阵呢有蓝落英会落蓝渡过冬天，蓝落英的差不多伫咧清明的左右会飞转去北部，所以蓝落英佫叫做国庆鸟仔。sau来带你来看到的是寒露，甲寒露有关系的一寡俗语。这句话叫做“白露水，寒露风”，意思就是咧，古早人认为，伫咧白露迄天，若是有落雨的话，伫咧寒露迄天，就会有风台。伫咧寒露即天呢，嘛是正常人最关心的时阵，因为咧会使丰收，就看这时阵。因为俗语讲，稻啊若出袂济，牵牛落家犁。因为寒露即天呢，差不多就是稻啊要成熟的时阵。冬天敢会丰收，就爱看即马稻仔穗的状况。稻仔穗若是生甲哩哩落落无真济话，表示今年的收成无介好。做田人就会甲稻穗全部拢拍掉，来改进白啊。过来是即句9月9降风，10月小风春，11月霜雪降，12月寒又冻。意思是旧历9月的时阵，其实开始啊寒天啊。啊，毋过伫咧10月的时阵，佫有一段时间会感觉较温暖，互人当是即马阁是春天，啊，毋过其实即马已经爱迎接寒冬啊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阮即马来个镜头交幸移动主播。